向请教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初5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伫进前有接到几若件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钱是拢互骗了了。警方有动员上百人去10个所在敲，尾也嘛有掠到14个人到案。专案即嘛是依照刑法的诈欺罪、洗钱防治法、银行法以上法办。警察用铁条弄大门，要破坏铁门，进入诈骗集团的据点。手铐！这30查甫人涉嫌虚拟诈骗，3年外至少100人受害。他在哪里？他在家里。我们进去找他一下。另外一边摇臂嫌犯，警方提搜索票，将嫌犯抓到位。在房间内底，嫌犯看到警方上门，动工去。警方调查姓林甲姓潘10多人等人组成诈欺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软体发送信息，用伪术骗被害者投资虚拟货币。公司伫国内外有名交易所证实，检警伫台北、新北、台中等10个地点进行搜查，总共抓14个人到案。现场查扣了现金新台币1亿1152万余元，以及各类型的虚拟币，那总价值呢是1亿800多万元。那从现场查扣的现金以及虚拟币的部分，总共加起来总计达2.2亿元。警方出动4台点钱的机器，规暝来点，用4点钟才清点了。台北地检署以违反银行法刑罚警戒姓潘姓林2个嫌犯，包括空运公司干部等7人继续追查，其他共犯3到2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因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去年有标出假钱的买贷，透过假情报诈领奖金1000万，有2个人被起诉。即马树林的检方继续追查，发现讲内底有一个姓苏的中校，伫英国就捌含另外2个军官，用同款的手法来犯案骗奖金，诈领1640万。检方即马嘛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伪造文书罪、洗钱罪，甲这3个人搁起诉。连续伫国防部下面的军事情报局去年爆发贪污事件，姓苏的男中校甲姓苏女上校，透过不是中国情报人员摄取对话记录的假证据，诈领军情局的情报协助奖金1000万，2个人被起诉。树林地检署继续调查发现，姓苏的过去早就用同款的手法犯案，甲姓江女上校、姓齐的男中校。其中姓苏甲姓江的为1805年开始，今年来诈领1000万；姓苏的也甲姓齐的同齐诈领140万。姓苏单独诈领190万，甲美金大约10万，不法所得有1640万。部分赃款，并透过不知情的他人账户洗钱。后续法院审理时，若有必要，将请求法院从重量刑，以正军纪。树林地检署表示，有部分诈领奖金也透过不知情形的第三人口座洗钱。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伪造文书、洗钱等罪嫌起诉3人。军情局即将重供证据，工作性质敏感，即马也是中校上校甲其军官长期利用假证据诈领奖金，也淡薄国军形象。同一个军情局，不同的单位又没有上下从属关系，竟然可以勾串用假名、假情资。历经多年诈领情报奖金超过100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犯罪。根源上应该要从整个情报收集、情报判断到情报资料的产出，这个一连串的流程都需要检讨。刘伟批评捏造假证据，恐惊害国军误判敌情，造成民心士气落低，针对结果性犯案，爱纠结到底。国防部回应军情局主动将案出案，甲检调共同侦办，后手会强化侦查纪律甲人员科学。记者综合报道。因那中国即马是直头出招，讲咱台湾人会当伫福建久长待落来。最近就有一个伫福建驾车台湾人领到中国官方头一张台湾居民的登记证。咱的陆委会表示，登记证毋免有中国籍的身份，所以安尼是无算违法。毋过若是台湾人要去申请中国的身份证，安尼就是违反两岸条例。在出入境管理官员的手头，领到福建省发出的第1张台湾居民登记证，伊是目前伫当地华侨大学驾车台籍教师张立泽。
过去呢，我们是从那个本市台胞证到卡式台胞证，再到居住证，再到这次这个能够定居落户。我觉得呢，这种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是像这个飞速一样在前进。朱立泽讲，有定居证生活会当更较利便。拄好就是中国去年11月提出的福建对台21条政策。不过厦门的大商讲，佫无啥了解新的身份文件和目前当地台湾人都已经有的居住证有啥物具体的差别？就是蛮惊讶，说我们跑出一个定居证，我们的居住证。这哪里有不同？我那天还真的很纳闷。我们台胞证是8码，居住证是18码。从交通、从住宿这些东西，你变成说你要有18码，你才可以去做。立委会讲，这个台湾居民定居证，因为也佫无需要设籍伫中国，无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之1条的规范。台湾的户籍袂封注销，但若是去申请中方的居民身份证，就会违法。台湾人民的身份会封提掉，而且注销伫台湾的户籍和权利。这是台湾大选倒头算，中国官方媒体一直放送台湾人领到定居证的报道，除了统战，马方认为讲是有介入选举的意图。公民的投票权是每一个公民宪法赋予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一个权利。你要把这个权利让给中共来指导你，来逼迫你，还是说你要独立行使？面对中国想要用多元的手法来介入选举，立委会佫一摆提醒国人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受辐射冷却效应影响，透早温度较低，北地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鲤鱼潭，敢若9度半。咱同齐来看分图。气象局伫早起有针对5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包括桃园、苗栗、花莲、台东甲金门。也毋过日头出来了后就会回温啊，乡亲在细日早暗的温差较大。今仔日冷气团嘛减弱，会开始回温。外岛的高温今仔日有17度至19度，以南北部、中部高温今仔日是20度至23度，东部高温有22度至25度，东半部是23度至24度。雨水这方面，各地今仔日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水汽无济，敢若伫东部也阁有恒春半岛有30雨尔。不过明仔载拜六，水汽会变较济淡薄，伫北部、东半部拢会转做乌阴天，会落雨天气。继续来关心新北有国中生伫学校封挂暗棍死亡，即马被害者的家属有发出公开批，呼吁这2个涉案的学生拢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另外，涉嫌洗脑的这个查某学生，即马是红标出讲，伊私底下有含同学咧串口径，警方有去申请搜索票，严格尾也是互少年法庭驳回。新北某校园一名国中3年查某学生和共校4岁少年涉嫌夹刀攻击死亡。检方上验了后，彻查完成解剖，厘清确实死因。被害学生家属也心痛发声，唔原谅涉案的学生。这个爸爸妈妈现在心情都很悲伤，现在一切都以孩子的后事为主。希望涉嫌教唆的以及杀人的能够受到应有的制裁，法律的制裁。家属发出公开批，呼吁2名涉案的学生拢爱受到应该有的法律制裁，也表达反废弃立场。更加希望政府重新检视少数法年纪甲相关配套，加紧司法脚步，搁全面检视即马校安甲学生辅导制度的情况。面对囡仔突然死亡，环保协会启动关怀协助，会协助家属申请犯罪被害补偿金必要时，也会为家属聘请律师争取权益。其实我们在案件发生的第3天，就是协助家属为他送件。依新法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就申请到最高额度就180万。这件国中生挂暗棍案涉嫌杀人的女同学，向政府监护证了后，即马传出亲像伫外口串证，用另外一支手机联络看到的同学，要求将来面对调查，照伊讲的回答。也传出警方为了保全证据，向法院请票搜索，加请求合法动刑师，予伊到案说明，稍后少年法庭一再驳回。审理案件红消防7期，新北地院经检法书面回应，少年法庭对具体个案做的决定，以审判独立精神，无被评论。强调受理案件了后，当积极审慎进行。只是代志发生较大，过1礼拜外，目前也咧少年法庭，还未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案件嘛，引起大家咧讨论校园安全的问题。教育部伫昨昏就邀请6都的老师、家长甲学生团体同齐开会。若是讲老师伫学校发现学生囡仔有炸危险的物件，也是有接到检举，即马是会使由学校指定人员找一个适当的所在，去甲学生囡仔敲册包啊、甲敲身躯，也毋过专程拢爱录影。上紧伫2月份新的学期会当开始实施。当它不是一般的我用正向管教就可以处理的，我可能要一些强制力。教育团体陆续表达诉求，这是因为新北市一个国中3年学生囡仔伫校园，互同学攻击死亡，地属各界关心全台湾的校园安全议题。这些特殊班级有学校观察后提报特殊班级的话，特殊的普通班，那试行增设一个副导师的制度。教育部要求6都教师、家长甲学生团体召开校园安全咨询会，经过4点外钟，最后做出决议，爱明确界定特定学生的条件，譬如讲，亲像触犯刑法法律，互警方查到，还是有偏差行为，互警方发送学生偏差行为通知书等。校园的安全机制也会分做固定的加紧急检查，由学务处安排适当的场所来检查，保障稳输，而且所在过程爱全部录影。师长已经发现部分的学生是不是有这样的携带物件，或有同学察觉这样的状况，还是要有相关的知会，但是他不一定要用开会，还是要留下相关的录影跟检查的记录。针对各关怀学生的辅导，各中小的精细专业人力，后续也会建立中介教育的相关措施，各建立个案评估机制，整理出各县市有偌济资源。有些孩子如果从矫正学校回来，也许不适合即刻进到校园，能够有一个中介的基地啦。有一些已经有建制起来，但跟县市我们再来做一个盘点，再来做一个扩充，甚至是增加，再做一个建制。教育部嘛参考参加会议人员的意见，研究政策各中小的学务校安人力，讨论照各中小的班级编制，也有教职员的专业等内容。伫学务处精设辅助等的条件，希望校园安全网会当更加完备。相关的措施一定上紧今年2月就会当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发生学生囡仔伫学校内底互挂颔棍仔死亡，死者的家长公开批内底嘛有表达讲，因强烈反对废除死刑，所以即马死刑这个争议又搁成做社会关心的焦点。3个总统候选人嘛有针对死刑这个议题发表因的看法。1月13就是投票日，选战已经拍到尾段，3组总统候选人伫咧废除死刑的议题嘛战甲一扑扑，而且伫电视辩论会顶悬拢有表达家己的立场。台湾有80%的民意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死，所以今仔日嘛咧问民进党，你执政8年啊，才执行过2件，即摆还未执行的38个，这些人对我们受害者如何交代啊？也那罗强调是强调死刑要有严格谨慎的执行定数，上要紧的是要对犯罪源头去改善。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啊。另外，国文泰是表示，执行死刑有国际压力，伊是公开提出终身监禁的做法。死刑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像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怎么办？你知道啊？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不执行死刑啊，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3位总统候选人分别徛伫无同款的立场，提出家己对死刑的态度。废除死刑的议题伫台湾有关是非常有争议，但是死刑敢就代表实现正义？死刑敢会当阻止犯罪？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民意人权和国际压力等等，拢是未来执政者爱思考的重点。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再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金管会建议要改革实支实付的医疗保险单，这是引起保险公司即马拢正赶紧把这款保险单摕落来，无要搁买。嘛传出讲有保险公司讲要求要买这款保单的人，就要要求投保人爱去证明讲伊的身体是健康的。金管会强调讲，这款非付本型的保单其实拢也买得到。啊，那即马全球人寿防检机讲要投保，就要提悬标准。金管会讲因会去了解。继续关心中国时报。远传电信有发公文，予7间合作的银行，讲会伫4月份的时提出开放银行第2阶段的合作。即摆金管会嘛表示讲，根据治安的要求，远传电信爱伫停止合作的3个月内，将所有资料拢删除、拢废掉。继续关心联合报。退休的军公告，逐个月的退休金调过2届啊，今年有机会会当个调整。这是行政院长陈建仁伫10分，伊表示会启动调整的机制，而且会当翻头对元旦开始算起。咱来关心，讲几个真出名的作家司马中原，伊因为跋倒住院引起急性肺炎，伫10分过往，伊才甲90岁。由假日经营的数码中原面册专业，打出数码中原最后的影像，伫无啊挂目镜，专心看册，当计划太阳写书文。2礼拜当这前，数码中原甲查某囝同下做伙开讲，看起来真有精神。不过几工前，却因为散步跋倒住院，本来恢复状况袂歹，不过说雄雄并发急性肺炎过身。忽然医院就通知我们说，我老爸的心跳呼吸确实是就停止了，感染都很严重。那我们所有的兄弟啊，就都赶到医院去，就让我老爸平安的。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雄雄过身的消息，作家季季伫面册大文章悼念，伊想到较早差不多逐年拢会伫艺文活动甲数码中原斗阵，不过自从疫情了后，都无见过面。季季讲数码中原一直真乐听敖讲话，谈天说地，都那亲像伊的作品共款丰富多元。他不只写短篇、写长篇、散文、写小品文，他还在电台说书，然后他很早就做出了录音书。本名吴延梅的数码中原10来岁到来台湾，无接受正式的教育，拢靠家己学习。伊捌讲《聊斋》是伊开伫的作品。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得奖真侪，其中国以乡野传奇的作品数量上侪。1987年，伊主持灵异节目甲广播，互人封做是上后讲鬼故事的鬼王。人家就说啊，被鬼迷心窍，就是因为你老想歪瓜斜柳的邪事。数码中原捌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到，会写这么侪乡野传奇作品，是为了维持生活。坦白讲，写大家爱看故事，才当卖钱。数码中原过身，文化部表达哀悼甲敬意，因为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历史见证、人道关怀，故事阁真好看，创作不断，而且包含二次战争前后的时代，对台湾鬼怪甲传奇故事贡献优良阁侪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这是伊朗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84个人死亡。这个案件即马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 已经对外承认讲这是因做的。专家甚至认为讲，这将有可能是 IS 想要互伊朗去拍以色列，甲中东的局势愈合更加复杂。گروه تروریستی داعش مسئولیت انفجارهای تروریستی دیروز در کرمان را بر عهده گرفت. 伊斯兰国公布，伊朗南部都市科尔曼前总领苏雷曼尼过身纪念活动的连环爆炸案的2名作案者的名字。佮表示，因称爆炸家加入人群，讲到家己眼中的异端，设计牌时阵，佮用无好听的字句。根据知情人士讲法，一个男性自杀炸弹起因爆炸后，第2摆爆炸真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做的，啊，不过并100%确定。آدم خودش وجدان داره، انسانیت داره، قلب داره. 爆炸造成天马高楼表面翘起来，清楚显示炸弹内底有弹片。另外一边有伤者已经打起的血者，伊朗当局将死亡人数为超过100人继续下修，因为发现重复证据。伊斯兰国的成员佮呼吁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攻击基督徒甲犹太人为加沙躁动的流血事件复仇，佮批评巴勒斯坦派别甲伊朗革命，德黑兰用巴勒斯坦人的捍卫者名义，根本是咧消费巴勒斯坦人。伊朗政府无回应，暗过官方媒体有相关的报道。
数万居民落以色列国旗，顶头写着以色列起始。美国华盛顿前东政策研究所科技研究员昨天表示，这场攻击真可能是伊斯兰国希望伊朗去拍那个哈马斯继续战争以色列，将安尼局势扩大做一场地区冲突，让安尼局势让世界更加乱。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因为美国的爱荷华州一间中学初时早起发生枪击案，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其中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加在迄天学校内底是无啥人，警方表示，尾啊，这个凶手哪亲像是自杀行地路。真侪警车停伫学校外口，美国爱荷华州佩里市内的佩里中区，这是结束休寒，等学校上课，煞伫早起7点外发生枪击。警方接到报案，有人伫学校开枪，7分钟了后到现场，发现真侪人受伤。It's still very early. This happened at approximately 7:37 this morning. School didn't start yet, luckily, so there was very few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the building, which I think contributed to a good outcome in that sense. 警方表示，凶手犯案了后，疑似自杀身亡，不过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好在无生命危险。爱荷华州官员指出，凶手是17岁巴特勒，伊是佩里中学的学生。枪击前后，伫社群媒体爆发真侪大文，被讲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打击枪击暴力。Our hearts break for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in yet another act of senseless gun violence.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brave first responders who are on the scene, and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 longer an active threat to the school. I should say fortunate, not unfortunately. 美国有防枪击暴力组织谴责学校枪击暴力的循环，佮指出今年才过4天，都已经发生2件校园枪击事件。另外，凶手犯案动机还佮等当局来调查清楚。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也那日本的羽田机场是发生飞行机烧弄的意外，即马日本的官方也搁在调查，也毋过有资深的技师是表示，即个事故和飞行机应该是无关系的，应该是航管人员和海上保安厅的技师通信出问题。会使讲是日本上无用的羽田机场，拢总有4条跑道，常常使用的有地图内面的 ABC 3条跑道。因为当天吹北风事发的时阵，飞国内航线的 JAL 516班机，伫塔台的指示之下，使用道内面正边的 C 跑道，而且是对东南方向入场。这个路线因叫做是342。国土交通省3对外公开的航管通讯显示讲，塔台迄当阵是对日航516的技师发信息，讲342的路线已经完全清好空啊，会当安全降落。技师坐落来就甲指示的内容搁念一遍，而且照定数来降落，所以降落进前去下着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造成事故。なぜ着陸許可が出ている滑走路に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が入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管制官、コントローラーから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に対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エラーなのか、あるいは海上保安庁のパイロットのそのヒアリングですね、聞き間違いかどちらかによって滑走路に入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そういったことが現時点では考えられます。日航516機頂3的政府教授伫接受公司内部調查的時陣講，準備要降落的時陣，無法度用目睭看到入來跑道的其他飛行機。日航和國高省的官員講，這個部分閣要進一步來釐清。另外，針對這個事故，日航初步估算的營業損失是150億的日票，這部分應該用保險金來補。另外，日航嘛啟動對旅客賠償措施。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講，在疫情管制放寬了後，航空旅遊是大恢復。事故進程對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日順預估是到800億日票這麼多，是將一年度的2.3倍。日航目前攏總有140多台各型的客貨機，除了初次第事故內面攏總派去的 A350-900以外，共型的客機還有14台。另外，載客量上濟 A350-1000嘛訂10幾台。公司新聞持家人朋友。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國會報告內底講，前總統川普的公司伫伊做總統的任內，有含中國、沙特阿拉伯、印度、土耳其上無有收代表2億4千萬的錢。這份報告內底嘛講，這條錢違反美國的憲法。來關心美國白宮是表示，北韓為着要協助俄羅斯去拍烏克蘭，有提供彈道飛彈發射器這武器。美國即馬是煩惱俄烏戰爭會繼續惡化。
根据白宫的消息，俄罗斯嘛打算要向伊朗买飞弹。来关心越南有真侪官员涉嫌伫 COVID-19 的期间，替特定的企业护航，对核准汽车到开发到生产拢准过。越南的人民法院即马当地审理这个案，有38个被告出庭，内底嘛包括前卫生部长、前科技部长，而且有官员拢已经对外承认讲因有收乌西钱。镜头甲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总统大选。三党的候选人继续咧拼选举。国民党侯友宜是强调讲，联合政府是一定爱推动，而且伊强调伊会重用人才。也毋过，郭文铁是批评讲，国民党安尼是讲较白，就是咧操作气保。也毋过，那白是拢咧批评赖清德，讲毋是讲要公开高端的合约。赖清德是继续强调讲，人民有第一权利，伊也是坚持认为讲高端的合约应该公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的支持。沿路和民众致意，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初时等来到故乡新竹，车队扫街，面对民进党赖清德暗时嘛要来台北造势，郭文铁讲家己准备好就好啊。但是对国民党赵少康讲，若当选会找郭文铁来讲行政院长，郭文铁批评国民党就是在操作气保。他现在在玩的把戏就是那种气保，一直在为气保做铺陈。还有一点这一种话，赵少康出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失格。在蓝白合议题里面，我答应要成立联合内阁。我有一辈子对任何事情说一就是一，所以联合政府势在必行。国民党侯友宜强调，那是人才都会动用。另外，伫大选进前发生新北市的高中生和同学攻击死亡的案件，和死刑的准会，搁一摆互提出来讨论。侯友宜提出防制学校暴力四大主张，修法严管、顶改辅导、加强安检和加重刑责。各讲伊反对废死，嘛要求赖清德来表态。赖清德当选。赖清德早起是去桃园龟山寿山岩的观音寺参香，但是选战的话题犹原是高端。赖清德捌赞成甲高端疫苗的合约公开，但卫福部讲保密商业合约是5年，目前还未得到高端的同意，讲会当公布。那侯友宜批评讲是咧拍假球，郭文铁嘛批评讲赖清德做副总统遮侪当选拢激点点，赖清德嘛重新立场。我坚定的主张，因为高端的合约已经立法院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调查过。基于人民知的公益的精神，高端的合约应该是要公布。另外，伊万里租厝的争议嘛未停，新北市财政局初时去现场，想要让伊厝的结果煞无法度。但是竞选办公室是批评市府无照法来通知，雄雄走来，佮对媒体来放话。但是财政局回应讲，一礼拜前就捌通知会刊的时间是照约来现刊，是当事人家己无出现，嘛无通知要改期。记者综合报道。法务部进前有伫行政院报告讲，针对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因应方案，报告内底即马是讲内底有锁定新住民，新住民正做调查对象有引起争议。毋过行政院伫昨昏是解释讲，法务部是咧说明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段，并无针对特定的族群。法务部顶日伫行政院会报告境外势力改选因应方案，报告内容锁定新住民是调查对象，消息一出，引起大标头争议。行政院澄清，法务部报告是说明中国改选手段无针对特定族群。它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国介选的手段及样态，目的是要提醒国人多加注意，并没有针对特定族群的意思。那事实上，在院会里面的提醒以后，法务部已经就立即调整了简报的内容，外界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部分过度的解读或是见缝插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检察官最重要的职责啦。检察机关我们要保障人权哦，在这一个部分我们从来没有针对特定族群作为特定锁定的对象哦。林主任强调，迄当时经过甲与会人员提醒，法务部是调整简报内容。佢伫行政院会了后记者会报告，这个检察署也澄清，并无提起会锁定新住民列为改选之首，也毋过民团回应，伤害已经造成，更加无希望看到行政机关抓头其实。其实我会觉得说，伤害都已经造成。那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他们是有违反的相关法律，我们有很多的法律可以去处理这个东西。但是我不希望就是说有这种行政机关带头去歧视某一个族群的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新住民，那很明显的就是针对着陆配。当然事后亡羊补牢是没有错啦，哈，就是说也许他正式对外里面就没有公布出去，但是都有人听到了啦。民团表示，陆配过来台湾几十年，伫台湾的生活都是照顾家庭，也希望中华和平，无应该伫选举期间互打票头。记者综合报道。伫大选剩无10天，中华第3选区立委选战是由民进党的吴音玲和国民党现任的立委谢依芳拿力咧车拼。昨昏基本界人士专工去中华支持吴音玲，希望国会未来会当有一个文学立委。也那谢依芳的服务处是表示讲，谢依芳伫这阵啊拢将无用咧走行程、走基层，会用实际行动来争取选民的支持。2024中华县立委选举第3选区，由现任的国民党立委谢依芳对上民进党的吴音玲，一基本界人士来中华甲吴音玲相挺，希望国会会当出一位文学立委。艺文界的朋友发起联署的行动，希望让国会未来有文学一席之地。这个文学不只是文学，而是一份关怀社会的这个热情。咱要翻转这个土地彰化了哈，然后我们要让地方可以新陈代谢。面对基本界人士支持吴音玲，谢依芳是照原本计划走行程，无接受媒体采访。不过有伫面册写讲，乡亲的笑容是上温暖的诗，会继续争取无名草地诗人的支持。阮委员希望咱的选民可以4年机会也在这较贵的稍后好势照有咱彰化县的所有乡民，委员你的任内目前为止已经争取到7.66亿中和溪水环境改造计划了咱将一寡迄就讲饲猪的啦饲羊的伊的水的排气在整治这方面可以用好。介伫农业升级的时阵咱会注意到环保。中华县第3选区包括丰原、埔盐、溪州、梨林等10个乡镇，面积是中华4个立委选区上大一区。这届选举主要呈现哪力的对决，选情激烈，两边阵营嘛把握最后的时间催票，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也那中选会对2021年开始，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来美化咱台湾的选举。那这个美化意思就是讲，或者选举公布投开票数的指示牌，到这届总统选举电视政见发表会，拢会加入一寡美学的美感，用无共色水的编排，未来卖推出新型登票的计景，要互严肃的选举加一寡美感。总统大选已经真晚，但是无讲大家可能无发现，讲过去的选举公布票地较无影目，伫咧编排嘛较浅。但是自2021年公投公布开始，都用新的设计，互民众较好读。原来这个改变是来自中选会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共同讨论了后的版本，当然整体的色调嘛有一寡美美角角。秉持中性跟客观，所以在颜色上的选择上，我们就避免任何的政党色彩。从选票，从所有的资讯，从所有的内容，包括电视的发表会，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色彩。为着要互严肃的选举嘛，通有一寡美感。中选会表示，若是选举公布，当然选务人员的甲投开票所带的选举告示嘛，和过去真无共款，用直观佮符合现代美学的理念重新设计。正月13号，我们还择定了一个投开票所会来试办新式的圈票处，也就是遮屏内装，它是这个稳重的，不会影响到选民辨识，反而可以让选民做好更快的这个决定。选举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日常，中选会自2021年开始，就和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陆续做出一寡改变。设计院强调，提供选民好读的选举资讯、调试，甚至透过空间改造，都是希望会当让选民感觉投票这件代志，唔免这么死板，嘛会当有一寡美感。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另外消息，咱镜头来高雄轻铁伫这个月试营运通车，全线拢坐免钱的，嘛声袂少人去体验。这几天载客量有加3成，有一寡民众体验煞就认为讲，也是有一寡问题，就像讲认为讲车帮晾伤久啊，也有月台路卡机器用无看袂清楚，而且嘛有人反映讲车厢和月台关价感落差上大。高铁公司表示，这拢会赶紧检讨改善。
伫下晡学生下课时间，大家小酒要转去，轻铁苏德甲上站。摆架长路路，轻铁10分钟来一班，车厢是人挤人。有民众的反映，等轻铁等真久，建议爱加挂车厢，或者是缩短班布的时间。现有学生是表示，若是等公车会等更较久，轻铁敢若是等1至10分钟尔。大家也可以挤得上去，可能放学时间学生比较多，10到20分钟而已。等的时间可以跟朋友聊天，然后在车上的话，就是站一小段，他们就是分站，就是很多人就会下车。轻轨的营运班距是尖峰10分钟，离峰15分钟，假日或特殊节庆也会有加班车营运。除了车班时间的问题，有民众反映轻铁月台落开时阵，因无看不清楚，根本是唔知影家己感受路调。另外，轻铁车厢甲月台关度落差真大，对坐轮椅的人来讲是真困扰。记者实际提车来量，关度就差5公分，甚至坐轮椅的人差1点都袂当出来，无法度落车。车厢的关度甲迄车站的关度有这块有差啦，所以迄轮椅吼，伊要起哩吼。高铁公司将会趁着试营运期间，紧速收集各项民众反映问题，进行改善。高雄轻铁环状线载客量是3成左右。高雄集运公司表示，即马是试行运，后续观察整体运用状况来调整车班时间甲月台车厢落差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即马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52万人，因那比例是6都内底第2悬。高雄市扩大长照2点0哮喘服务，目前合作的日照中心，还有大宿中心已经超过500间，会依照个案的状况来补助，因那民众家己出钱的负担，敢若占无够2成。由这服员甲治疗师豆豆将时代扶起来，互伊会当行路帮助复健。长照哮喘的服务，其中一项就是接服员会当到民众厝内底斗相共。伫高雄南马溪有一个个案，因为翁婿开刀，后续该化疗复健，伊的牵手李小姐一个人无法度照顾，来申请居家哮喘的服务，减轻伊袂少的负担。做多差做多，尤其佮早上来吼，搞导游安尼吼。啊，有当时也感觉，那礼拜伊有时候是礼拜四休困阵，伊就无就休假吧。我来，我感觉我咧家用加真忝呢。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2点0的服务是增加日照中心、社区行政，其中申请居家照护的上济有15000多人，会照民众需求的顶级来分级，补助经验也无共。日照中心表示，即马伫中心内底时段失智的比例拢比新人较悬，所以课程爱多元。那个头壳的知识的部分，互伊认知会当更较了解，慢个一直退化。按住引导。咱叫伊做，比如讲，咱叫伊去甲病人按住洗身躯啦，还是迄个陪伴伊啦，去因厝替伊服务。卫生局表示，目前使用高雄市长照哮喘服务有17000多人，因毋望使用人数搁增加，自费服务的部分，一般民众爱负担16%，加收入后是免费。目前合作的长照中心嘛增加到528间，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因若听障者伫社会中，因为因听无较无方便，有当时嘛较危险。台南市的社会局即马有专工做一款行车友善大纸，提供予听障者，互因会当搭伫机车也是自用的顶头，会当提醒民众加注意挂。社会局嘛建议讲，总共有看到这款大纸，民众会当用试车顶的方式来代替饲喇叭。驶车对一般人来讲可能真简单，不过对听障朋友来讲，就要克服听觉损害带来不利便。但是听障体育运动协会讲，因驶车出去，就因为无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替所受到无介友善的对待。但是社会局为了改善安尼情形，结合交通局应听觉障碍者行车友善大纸，消除除了提醒用路人爱加一份注意。社会局嘛建议大家会当用试顶的方式代替喇叭声。很多的都带入，很多的大家因为我大家在附近，我们昨天对呀，很多的不开，我都很奇怪。我们的民众知道说，哦，这个车子就是有我们的
听障者在开，可以在比较友善的社会里面开车。经过了解，台南到今领有身心障碍证明，拢总有9万多人，其中听觉障碍者占11322个。依照交通部规定，听觉障碍者也是会使考汽机车的驾照，只是常常有紧急状况，因无听到声音，无法度马上闪红过。这个社会局因参考日本的做法，做大纸发放给听障的朋友，互因通打点去机车顶悬，切除降低因在塞车的困扰。希望用这个图示来标示说，他可能是一个就是听觉障碍的民众在开车。那在这个部分哦，因为听障者他们其实很难听到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是消防车、救护车还有警车的警鸣声，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有一个闪灯提醒的动作。行车优先大纸目前除了会使去市政府申请，另外各区公所嘛提供申请的服务。社会局讲，毋望证人会使将心比心，优先对待听众朋友。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有得到社会发展部的支持，利用蒜头糖厂5个仓库，即卖有成立嘉义县第一座用5G 文化科技做主题的创新基地。要来提升嘉义县的文化发展，嘛希望会当带动地方创新。唔免挂目镜，就会当看到的3D 影像，利用手机的镜头，就会当看到甲实际空间结合的影像混合实境。伫嘉义县蒜头糖厂的仓库，已经有进驻10间左右的新创团队，未来伊要用这种结合假加真的数位技术，让在地文化更加趣味。是我们现在有看到6都以外的一些的机会。那嘉义呢这边呢，也是我们看到了它有深厚的一些的文化，还有观光，尤其像阿里山、故宫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文化的能量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嘉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势。为着要活化蒜头糖厂营地的仓库，新组仓库的嘉义县政府得到社会部经费的支持，成立嘉义县第一座以5G 文化科技做主题的创新基地，要协助观光工厂强调文化相关嘉义县产业，会当利用数位科技和文化观光有无同的呈现。数位部的给我们的补助，那而且是非6都最高，高达8000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启用了以后，真的给嘉义带来数位产业科技的力量，能够改变嘉义。这个地方文化5G 的计划，就是希望把这些软体，还有 AI， 还有包括您治安，也要着重这个数位产业呢，能够带入来跟嘉义产业来去做结合。数位3秒数表示，嘉义县的航太科技甲无人机产业，未来对数位科技的需求会愈来愈高。透过基地的成立，我们协助提升产业，嘛希望会当使少年人高回来嘉义，培养在地数位人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因为咱台湾红讲是果子王国，咱台湾的果子是同人恶路，也毋过果子皮吃煞要安怎处理呢？即马农业部经过研究甲实验，即马是甲果子皮摕来加工，加做牛啊，也无就是羊食的饲料，安尼就会当减少进口饲料，而且会当降低成本，嘛通减碳排来落实永续发展的目标。一粒一粒的柠檬加做接了后，剩的皮甲果肉定定拢会摕去漚肥。为了要互每一项原料拢袂无菜去，农业部经过技术研究，甲原本要单调的皮佮加工一摆，加入龙尾草延长保存期限，正做互牛食的饲料。那我们所谓的清除，就是把我们的千歌玉米，或是把我们的副产物把它腌制起来。那一般来说，就是让它行厌氧发酵，然后让它的氧气不会影响到我的牧草或是我的那个副产物，让它不会坏掉。这种饲料叫做青底料，就那亲像人咧食的咸菜，经过拍热就会当长时间保存，等到牛要食的时才摕出来用，一点仔拢袂浪费。经过实验证实，这饲料袂影响到牛的鼻土甲凝水量，加做另外一种食食选择。一般我们以农民来说，我今天牛要吃多少，我就要去割多少。可是如果下雨天的时候呢，我就没办法下去割啦。那我如果有清除，我在我的牧场我就可以挖去给牛吃了。那清除是最简单而且是最省事的方法。农业部表示，果子皮甲果肉做出来青底料，会当取代20派饲料原料，减少青草的使用量，嘛袂阁伤过依赖进口饲料，毋但会当甲成本降落来，阁会当达到减碳排的效果，落实农业永续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
因若无骨感皮较薄，挂伫树仔顶的时，总讲日头较晒，有当时就会晒着伤。所以农民拢会伫这果子皮外口抹一层碳酸钙，来防止这柑仔去晒着伤。所以即马柑仔大出的季节，有当时就会看到果子园一粒一粒白色的柑仔，远远看那亲像是挂电火珠啊。桶仔内底倒白色的石花，佮加入草名、辣辣的，真做农民的特别配方。人讲秋冬的木果柑上甜上好食，毋过天气较大，日头猛，柑仔若晒伤久会喷点蒸汽，都是农民讲的日伤。所以柑仔拢得抹一层石花，保护果子莫晒着伤。台湾部分的柑橘，大部分都会涂这些碳酸钙来防晒，将来能维持那个柑橘类的它果实的品质，不会晒伤，不会干掉，然后都会变成次级品。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天气异常之后，每个农民都是必做的步骤啦。一粒一粒的木果柑拢着爱抹石花，动作袂当落错，爱确定有抹条纹，实在真够工。因为木果柑皮较薄，佮生伫树尾，较熬予日头晒着，所以这种方法就不止啊重要。它可以在果实的表面做一个保护的动作，然后减少一些阳光的直射外。那另外，它其实外面就加了一层保护膜，未来把这个碳酸钙清除掉之后，它的果皮可以更细致、更滑嫩。所以其实它对这个茂谷柑的栽培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茂谷伫热人节气，爱等到过当年1月、2月才会到分，所以农民爱伫石花内底加草名，才念会条。采收了后，用水甲石花呛清气，果子是金骨金骨。虽然农民爱加一步工，毋过为着柑仔的品质，搁较辛苦，嘛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指纹有哪会当辨识身份，即马嘛会当摕来测灵感。这是英国的研究人员利用这手顶头的冠来分析两白质的成分，来看敢有得到灵感。伫金属片顶缘用砖头甲点三个，扫落来甲金属片放入去仪器内面做分析。英国的研究团队研发出简单的灵感监测法，只要分析砖头顶缘的杆内面的两白质成分敢无正常，就会当知影敢有着灵感的风险。By having the patient swiping their fingertip on the metal support, we effectively transferring a very thin layer of sweat from their fingertips directly onto the metal support. And sweat contains a lot of different molecules, but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proteins. 法兰西斯教授讲，过去伊是用砖头顶悬的杆来做化学分析和质谱分析，主要针对法医的领域。几当前伊才发现讲，嘛会当用来做医学的诊断，会当伫咧摕到检测者的 sample 了后，和灵感的 sample 来做比对，而且用 AI 来处理这的质谱数据。这个新研发的方法简单搁紧，而且无侵入性，慢慢忍受传统零摄影的过程中，令无红压起来迄种痛。So where the patients come and take this simple, painless, non-invasive test, and if they are clean, if they don't have the pathology, they are spared from undertaking mammograms or biopsies. 专家希望讲未来这砖头顶悬的杆的检测，会当做灵癌体检的第一道风扇，互妇女朋友袂因为无想要做零摄影，所无法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公司新闻张辉丽编译。来关心电动车是未来趋势。全世界即马上大的电动车嘅大厂已经毋是特斯拉，因为去年第4季中国嘅电动车公司比亚迪，伊销售量已经是占全世界第1，赢过特斯拉。也毋过，所以即马比亚迪当地拍开海外市场。也毋过，即马伫电动车上侪占8成嘅挪威，也是特斯拉卖了上好。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最近降价争取市占率。有关是属继续属的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去年第4季就以52.6万台纯电动车的销售好成绩，将特斯拉的48.4万台比落去，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虽然比亚迪电动车的市场主要伫中国，但过即间以制造充电电池起家，20年前才开始发展电动车的公司真有野心，当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It's planning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n Hungary to make cars locally in the region. And it's got plans to sort of become the aim of becoming the biggest kind of electric car manufacturer in Europe by 2030, which sounds like quite a crazy ambition. But actually, when you see the kind of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re growing, it does feel feasible.
不过以2023年规年业绩比较，比亚迪拢总卖出158万台电动车，优完落后特斯拉181万台。不过业界优完看好比亚迪电动车有对立整合、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虽然安尼，特斯拉伫电动车普及率占据第1个北欧国家挪威，去年优完是销售冠军。挪威计划伫2025年加做全球第1个无购买燃油车的国家。去年卖出的新车中，电动车已经占82%。We are very positive when it comes to 2024 because there has been quite a few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and we expect and hope that we will pass a market share of 95%, which is a big jump. 目前挪威确实是因为电动车愈来愈普及，所以空气甲噪音污染得到改善。不过部分电动车主怨叹，车路的充电设施犹原较不足，这也是其他国家推广电动车所遇到的共同困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当地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2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0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2度，上悬是2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3度，上悬24度；外岛11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